起初，上帝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烟面黑暗。上帝灵运行伫水面顶。上帝讲爱有光，就有光。上帝看光是好的，就将光暗分开了。上帝称呼光为日，称呼暗为夜。有暗时，有日时，这是头一日。上帝讲，珠水之间爱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。上帝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、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，事就安尼成了。上帝称呼空气为天，有暗时，有日时，是第二日。上帝讲，天下的水要聚集伫一位，互大地现出来，事就安尼成了。上帝称呼大地为地，称呼水的聚集处为海。上帝看到是好的。上帝讲，地爱发生青草，甲结果子的菜蔬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种基类，果子拢包着籽，事就安尼成了。怎呢？地发生了青草，甲结种子的菜蔬，各种基类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种基类，果子拢包着籽。上帝看到是好的。有暗时，有日时，是第三日。上帝讲，天顶爱有光体，可以分日夜，做记号，定责任，日子、年岁，并爱发光伫天空，普照伫地上，事就安尼成了。怎呢？上帝做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日，小的管夜，搁做众星，就把这个光摆列伫天空，普照伫地上，管理日夜分别明暗。上帝看到是好的。有暗时，有日时，是第四日。上帝讲，水爱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爱有触角飞伫地面以上，天空之中。上帝就造出大鱼，甲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种基类，搁造出各种飞鸟，各种基类。上帝看到是好的。上帝就赐福，互这一切讲，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，赤鸟也爱追生伫地上。有暗时，有日时，是第五日。上帝讲，地爱生出活物来，各种基类，精生昆虫、野兽，各种基类，事就安尼成了。怎呢？上帝造出野兽，各种基类，精生各种基类，地上一切昆虫，各种基类，上帝看到是好的。上帝讲，咱爱照着咱的形象，按照咱的样式造人，互因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精生，甲全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上帝就照着家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伊的形象造男造女。上帝就赐福互因，佮对因讲，爱生养济济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佮爱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，甲地上各样动的活物。上帝讲，看遐，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，甲一切树顶的所结的有籽的果子，全赐互恁做食物。讲甲地上的走兽，甲空中的飞鸟，并各样飞伫地上有生命的物，我将青草赐互因做食物，事就安尼成了。上帝看到一切所做的拢是甚好。有暗时，有日时，是第六日。